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美国的国务院批准4项的武器要卖予台湾，总金额是美金27亿。其中上受注目的，就是艾布兰战车甲车尖飞弹相关的配备。美国愿意把武器卖予台湾，咱的国防部表示感谢。 透过单兵操作的刺针飞弹，侦查真方便，采用红外线热对踪导引，发射了后成功拍到目标。阿富汗反空军捌用刺针将俄罗斯武装直升机拍落来，台湾一直想要买，即嘛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，总共4项军售案，总金额美金27亿。获得后有助于强化我国自我防卫能力以及维护区域和平稳定。国防部对美方军售的决定表示感谢。 其中引起注意的，还有美方专案为台湾做的 M1A2T 战车，这个 T 就代表台湾，不管是机动力、火力拢真强。因为 M1A2 捌互人质疑讲，因为伤快、伤悬、伤重，无导致台湾的路赛，国防部讲无问题。在相关采购的部分有一定的数据来做运输的这个功能就日本、韩国或是英国等国，他们的地形跟我们台湾是差不多的。 但是他们的战车的重量大概也是这个重量，所以说这个机动力跟我们战术运用方面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是川普政府第4摆卖军事武器给台湾，这项军售案已经进入通知国会听书，有可能在1个月后对正式生效。